iTraining 將單調重複嘅復康運動轉化為互動又好玩嘅訓練體驗，讓復康人士更主動參與，持續訓練，從而提升復康訓練成效。iTraining 將復康動作融入互動遊戲，支援個人、雙人及多人訓練模式，系統捕捉使用者動作，並即時提供視覺、聲音及遊戲回饋，讓訓練更具趣味性，提升參與度及持續訓練動力。iTraining 平台提供多元化復康內容，涵蓋肌力、步態、上肢活動、平衡、協調、反應、敏捷及心肺等復康訓練。透過 AI 視覺追蹤技術，iTraining 可即時分析人體姿勢、平衡、關節活動幅度、肌力及動作表現，協助治療師全面掌握復康人士身體功能及復康需要。系統進一步分析復康人士運動能力及訓練表現，智能建議訓練方向及合適難度，協助治療師建立個人化、循序漸進嘅訓練計劃。iTraining Pro 適用於中心嘅專業復康及個別化訓練。iTraining Outreach 支援社區外展及上門服務。iTraining Home 則將復康訓練持續延伸至家居，訓練表現及進度自動同步至雲端，方便治療師遙距跟進、調整內容及管理復康進度。iTraining 以互動訓練提升參與，以智能 AI 支援專業，全面提升復康訓練成效。中心訓練、家居延伸、遙距跟進。